各位晚上好，歡迎收睇正在直播嘅中山新聞。先嚟睇新聞提要。近年嚟，中山積極推進村鎮低效工業園改造升級，探索出談而拆建引五字經，堅持剛柔並濟、拆建並舉，有力推動空間再造、產業蝶變、城市換新。詳細內容。12月31號，廣東省政府新聞辦公室舉行14.5廣東成就中山專場新聞發佈會，介紹中山14.5經濟社會發展總體情況。中山市委副書記、市長尹念雄作主發佈，並同市發展改革局、市工業和信息化局、市自然資源局、市水務局主要負責同志回答記者提問。尹念雄市長喺發佈時表示，14.5期間，中山市經濟高質量發展態勢更加鮮明，地區生產總值連續跨越3500億、4000億元台階，預計2025年將突破4200億元，經營主體總量達74萬戶，5年增長60%，省級產業園區從3個增至11個。14.5期間，中山市始終堅持實體經濟為本，全力推動傳統優勢產業換新升級，入選國家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城市試點，依託中山藥物創新研究院等科創平台，中山市推動生物醫藥產業做大做強，集聚咗以康方生物、安氏製藥為代表嘅企業超650家，年產值超億元企業38家。詳細內容請留意今晚10點嘅晚間播報。近年嚟，中山積極推進村鎮低效工業園改造升級，探索出談而拆建引五字經，堅持剛柔並濟、拆建並舉，有力推動空間再造、產業蝶變、城市換新。6000幾平方米嘅新廠內，機器高速運轉嘅聲音不絕於耳，員工們熟練作業，一塊塊玻璃面板成品有序堆放喺貨梯隔離，即將運輸至下游企業，走進千家萬戶。呢度係中山市嘅本土企業智暢電子科技有限公司，企業成立於2017年，以生產玻璃壓片產品為主，屬於傳統嘅燈飾配套產業，曾長期喺秀欖鎮永寧社區嘅新鐵棚廠房生產。遇到颱風的時候，其實就是你不知道鐵屏風裡面會隨時哪時候會鐵屏風會吹翻。趙偉話俾記者聽，惡劣環境唔單止導致員工流失，更讓意向合作嘅品牌企業望而卻步。2022年，中山啟動工改，為企業帶嚟咗轉機。秀欖鎮工改專班多次上門調研，為企業度身訂製搬遷方案，幫助申請騰挪補貼。同年9月，智暢電子正式搬入華中路工改項目示範區嘅現代化廠房。就是我們的訂單量翻了一番，就是我們的客戶群體越來越好。目前來講，我們做了品牌客戶的都有10幾家，比如明年我們的產量還要增加1/3。智暢電子嘅蝶變係秀欖鎮華中路工業園區工改成效嘅生動縮影。呢片曾經佔地150畝、以低矮新鐵棚為主嘅舊園區，經過改造升級，蛻變為建築面積達24.6萬平方米嘅現代化高標準廠房，容積率從0.7躍升至2.46。園區裡面的工業總產值呢，也從原本的7000多萬提升到現在的7億多，實現了10倍的一個增長。村裡面的集體收入呢，也從原本的800多萬提升到現在的4000多萬，實現了5倍的一個增長。從一個園區嘅換新到一座城市嘅升級，中山工改嘅成效正全域鋪展。截至目前，工改項目容積率從0.6提高到3.0以上，建設1000畝以上連片項目2個，500畝以上4個，100畝以上85個。截至目前，工改服務本土企業增資擴產，新招引企業超2100家，新增投資總額近2000億元，有力支撐經濟發展向好向上，推動村集體物業價值普遍提升10倍以上，最高達30倍。同時，中山仲跨鎮街規劃建設10大萬畝級現代主題產業園，出台相關文件給予政策支持，奮力實現城鄉形態精彩蝶變。目前，我們已經編製完成古鎮、橫欄、小欖等跨鎮街萬畝連片改造區域規劃圖，着力構建產業鮮明、集約高效、優勢互補的跨鎮街經濟片區，促進一鎮一品、一鎮多品向一片一品、一片多品轉變，以大平台支撐大發展。本台記者梁景文、張志海報道。
12月30號，中山市召開加快產業園區高質量發展，打造百千萬工程產業主引擎工作推進會，正式發布關於推進中山市產業園區標準化建設，加快打造百千萬工程產業發展主引擎的3年行動方案（2025至2027年）及產業園區標準化建設工作指引。葉鵬光出席會議。根據方案，中山將分階段推進園區標準化建設。2025年啟動4個省產業園區試點，2026年全面推開標準化建設。試點園區核心經濟指標增速超全市水平20%，到2027年底，全市園區軟硬件環境顯著提升。試點園區核心指標增速超全市30%，形成一批可複製推廣嘅標杆經驗。喺重點任務上，中山將構建管理機構加平台公司加服務站3級管理體系，高標準推進7通1平、智慧園區、綠色低碳等基礎設施建設，實施6個1工程，完善教育、醫療、商業等生活配套，聚焦唔超過3個主導產業，深化產業鏈招商等。會上，火炬高新區分享咗標準化建設實踐經驗。作為全市產業發展標杆，火炬高新區構建1+8企業矩陣，推動3大主導產業產值佔比超70%，研發經費投入強度達7.1%，擁有國家高新技術企業510家，多項指標位居全市首位。彩香集團則介紹咗139戰略實踐成果，其建成產業載體超220萬平方米，服務企業超300家，培育咗一批優質企業集群。會議強調，產業園區係百千萬工程嘅重要產業支撐，全市上下要以標準化建設為突破口，統籌空間佈局、產業培育、服務提升同要素保障，推動園區從數量擴張向質量提升轉型。要強化政策協同同機制創新，充分發揮市屬國企引領作用，吸引多元市場主體參與，讓園區成為集聚優質項目、培育新興產業、承載高質量發展嘅核心陣地。未來3年，中山將以3年行動方案為藍圖，持續優化園區生態，提升承載能力，讓10+1產業園區成為推動百千萬工程重心發展嘅主引擎，為中山喺粵港澳大灣區產業格局中搶佔先機、贏得主動提供堅實支撐。本台記者報道。下面嚟睇中山市16屆人大常委會第36次會議嘅公告。中山市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批准調整2025年基建預算指標的決議。中山市第16屆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36次會議聽取咗中山市人民政府關於調整2025年基建預算指標的報告，並對報告進行咗審查。會議同意市16屆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提出嘅關於調整2025年基建預算指標的審查結果報告，決定批准該報告。中山市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批准東部外環高速公路等交通建設項目相關調整事項的決議。中山市第16屆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36次會議聽取咗中山市人民政府關於東部外環高速公路等交通建設項目相關調整事項的報告，對報告中東部外環高速公路1期工程等交通建設項目2025年度政府投資計劃調整嘅相關事項進行咗審查。會議同意市16屆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提出嘅關於東部外環高速公路等交通建設項目相關調整事項的審查結果報告，決定批准東部外環高速公路1期工程等交通建設項目2025年度政府投資計劃調整嘅事項。12月30號上晝，副市長歐陽錦泉會見咗到訪嘅土耳其駐廣州總領事阿德南哈瓦爾一行，雙方就經貿、人民等領域嘅務實合作進行咗深入交流。歐陽錦泉對哈瓦爾總領事首次到訪中山表示歡迎，介紹咗中山嘅區域優勢同發展活力。深中通道通車實現半小時連通深圳，南中城際建設穩步推進，大灣區首條跨海低空物流航線已經啟動，38個國家級產業基地撐起多個千億級產業集群。佢提及中山已有家電燈飾企業喺土耳其佈局並打開市場，提出雙方可以喺智能家電、新能源領域優勢互補。明年初計劃組織企業赴土耳其交流。
哈亞爾總領事盛讚中山舒適和諧嘅城市氛圍，佢期待深化兩地產業對接，歡迎中山優質產品開拓土耳其市場，願推動土耳其企業嚟中山投資，並為中山企業赴土耳其交流提供支持。雙方就雙向投資等議題深入交流，一致同意以呢次會見為契機，拉緊合作紐帶，共拓發展新空間。中山市外事局商務局相關負責人參加會見。本台記者曾燕、余德權、通訊員喬良報道。大涌鎮南文社區係中國現代音樂之父蕭友梅先生故里。8千萬工程實施以嚟，南文社區正煥發新韻。昔日黑臭嘅運新堂化為一汪碧波，水景公園映照川居，連片荒地蝶變為金色道浪，繪就田園畫卷。本期中山村書記談8千萬工程，讓我哋一齊走入南文，聆聽佢嘅振興故事。大家好，我是大涌鎮南文社區黨委書記邵建新。今天我帶大家看一看南文是怎樣為出一戶和米商村新途徑的。我們社區入選省8千萬工程第2批典型村以來，我們緊緊抓住機遇，從人居環境整體入手，一步步激活社區發展的內生動力。社區和前幾年相比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以前的南文美是長着的，年輕人外出不願回來，老王空寂，土地荒蕪，社區缺少活力。現在大家看，曾經又黑又臭的運生堂變成了居民最愛來的水景公園。這邊以前是老舊的王井，我們把這些農王整修一新，白牆黛雅，找回了嶺南的韻味。這裡以前是70多畝的汪田，現在成了大家休閒的天地。家鄉變美了，年輕人也願意回來了，老王子活化了，文藝開樂館、風味小吃店紛紛開門迎客，這些年輕面孔給社區注入了新業態、新活力。商村不再是政治的風景，而是可以創業生活、擁抱潮流的地方。我們南文是音樂大師邵友梅的故鄉，有深厚的文化底蘊，也有天然的田園生態。這幾年，我們定期舉辦合唱、武術、粵劇展演，上千人一起來感受商村的詩意。我們正籌建邵友梅音樂藝術館，打造音樂主題特色村，讓商村不僅有生態延續，更有文化內涵。人氣旺了，治理必須要跟上。我們打造了這個綜合治理陣地，矛盾調解、信網接待、緩和指揮一站式解決，140多個天眼覆蓋全域，14個網國員每天走街串巷，群眾訴求第一時間響應。今年以來，我們化解矛盾成功率100%，真正做到了小事不出格，大事不出村。環境好了，人才回了，產業振興水到渠成。我們社區有3大工業區，空間充足，物業豐富。眼前這一片馬坑片區，現正在平整土地建設約2萬平米的配套廠房，已引入客商投資600多萬元升級改造，未來將形成網際交易基地，局部構建從布匹到服裝的完整產業鏈。這是社區經濟實實在在的新增長點。8千萬工程給南文帶來的是一條從環境美到治理優，從經濟強到民生暖的振興路。未來我們會持續把這條路走實走寬，讓南文越來越美，讓鄉親們的日子越過越紅火。今晚嘅中山新聞就到呢度，稍後仲有城市零距離。